大家好，我係月仔，歡迎乘搭越來越好專線。歡迎嚟到大家條路線，手缺陰心包經。手缺陰心包經總共有9個穴位，我哋從乳外上方嘅天池穴出發，沿胸內出腋部，向上至腋下，再沿上臂內側，下至前臂，從兩條肌腱中進入手掌，最後到達中指橈側末端嘅中衝穴。手缺陰心包經主要用於改善心包、胸、胃部疾病、腎之病以及經脈所經過嘅其他病徵。心包係心嘅保護傘，心包經經過爪窩，平時多多拍打呢度，可以改善心臟功能。我哋即將到達內關站。內關穴位於手腕橫紋上2寸，2條肌腱之中。嘻嘻，內關穴主要用於緩解心痛、心悸、胸痛、胸悶等心胸疾病。你把衰仔真係想激死我，失敗啊你！呢位媽媽，你咪感到心痛啊？快啲撳下內關穴啦！哎呀，你唔好激嬲你媽媽啦！除咗緩解心胸疾病，內關穴仲可以同時緩解胃痛、嘔吐、夜等胃疾、失眠、鬱症等腎之病、暈車、暈船等眩暈症，以及上肢麻痹、偏癱、手指麻木等局部病徵。好啦，我哋繼續前進，下一站係勞宮站。自然握拳，中指所點嘅位置就係勞宮穴啦。中醫認為，汗為心之液，亦即係話，汗嘅排泄喺生理上受到心神嘅控制。人一緊張，身體嘅氣機就會亂，心包經就唔可以發揮收斂功能，手心就會出汗。所以，當你緊張嘅時候，可以好似我咁搓搓手，刺激心包，緩解緊張感。同時，勞宮穴仲可以緩解口瘡、口臭以及心痛、煩悶等腎之病。好啦，今日嘅旅程就到此結束啦。感興趣嘅朋友可以繼續同我一齊遊覽首少陽山標經。我哋之後再見，拜拜。肚屙便秘大腸經，延年益壽調胃經，祛濕減肥益脾經，海雪生瘡藏心經，肩痧疼痛小腸經，腰酸背痛膀胱經，保健鎮腳益腎經。